2025夏季轉會窗10大轉會猜想，維迪斯嚟自利華古遜，本賽季45次出場，16個入球，14個助攻，身價1.4億歐元，潛在下家利物浦拜仁慕尼黑，預計轉會費1.5億歐。伊沙克紐卡素本賽季41次出場，27個入球，6個助攻，身價1億歐元，潛在下家阿仙奴、巴塞羅那，預計轉會費1.2億鎊。基約基利斯嚟自士砵亭，本賽季51次出場，53個入球，12個助攻，身價7500萬，潛在下家利物浦、阿仙奴、曼聯，預計轉會費7000萬歐。B 費林迪斯嚟自曼聯，本賽季56次出場，19個入球，17個助攻，身價5500萬歐，潛在下家利亞德新月，預計轉會費1億英鎊。伊澤嚟自水晶宮，本賽季42次出場，15個入球，11個助攻，身價5500萬，潛在下家拜仁慕尼黑，預計轉會費6000萬歐元。拉舒福特曼聯阿士東維拉，本賽季出場41次，11個入球，8個助攻，身價5000萬，潛在下家巴塞羅那，預計轉會費4000萬。三尖分嚟自白禮頓，本賽季40次出場，11個入球，3個助攻，身價4500萬歐元，潛在下家拜仁慕尼黑，預計轉會費5000萬歐元。安東尼嚟自曼聯皇家貝迪斯，本賽季39次出場，10個入球，5個助攻，身價2000萬歐元，潛在下家皇家貝迪斯馬德里體育會，預計轉會費2500萬英鎊。加拿祖嚟自曼聯，本賽季58個出場，11個入球，10個助攻，身價4500萬歐元，潛在下家拿波里車路士，預計轉會費6000萬鎊。荷爾加西亞嚟自西班牙人，本賽季38次出場，西甲最佳門將競選者，身價2000萬，潛在下家巴塞羅那、曼聯、阿士東維拉，預計轉會費3000萬歐元。